出来兄弟，大家新年恭喜！新春头一个过了头一个礼拜日，真欢喜大家当主持来遮聚会吼。咱阿头最近来倒，阮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正圣道伫新春过年了后头一礼拜，搁组织你的第二中间，阮放心祈祷、敬拜、唱诗、学罗你。我嘛望主的圣神甲阮同在。今日我嘛要举行圣餐，也由主圣神降临伫阮中间。阮将今日礼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圣上名，阿门。
诗哦，522首，咱即首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新歌吼，新的歌。咱来听看卖伊的旋律吼，伊是为一个阿根廷的作曲家跟牧师吼写的曲子吼。我先来介绍伊的这个写一个作曲家，伊叫做 Pablo， 伊那个新圣诗左下角有一个伊的那个名的介绍吼 ，Pablo Sosa， 伊为阿根廷来吼，伊是阿根廷长大的，然后也在阿根廷念书，但是也尾有去美国读伊的那个教会音乐学位，也是读迄个美国那个西敏寺那个合唱音乐院，那是美国著名培育那个教会音乐人才的那个合唱音乐院哦。伊为阿毕业，然后伊等于阿根廷有牧养教会，伊是离那个很大的卫理公会在那个也首都布宜诺爱丽丝那边有个很大的卫理教会当牧师哈。伊除了牧养教会之外呢，伊个有写作曲，做那个教会音乐，还有编辑圣诗，那也有教一些那个神学院搞大一类，神学院有教什么宗教学那类的哈。好，来，不过伊在2020年已经过身啦。我上网查伊的资料是1933年出生的，2020年过世的，哦，所以才过世无偌久安尼。好，来，咱来看一首啦，咱来先念小歌词吼，来，咱请第一集来，为头开始念好来，好点的祝福，好点快乐，上帝的名字，好点的是好点的。是好点的快乐，那咱来试看卖吼，因为头前有2届反复吼，来为头来请来。时歌团练到这，请大家准备心，咱来敬拜上帝。
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咱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526首，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今日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亲像油滴伫伊头壳，流落阿伦的喙鬚。咱起立来转首。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今日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亲像油滴头壳流落阿伦的喙鬚。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今日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亲像乌门的露水流到岸的脚领。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今日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因为主上帝定着赐福的永远活命。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请坐。下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咱周报第7面，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三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同来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阵来启用上帝话，伫启用文第43篇，伫咱圣诗后面，启用文43篇。启用文43篇，就是以赛亚12章。伫迄日，你话讲：虽然你有对我生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因为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伫迄日，伊话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好。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喜唱歌。咱来吟诗圣诗18首，我心阿罗上帝。我心阿罗上帝，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有，三甲应声，阿罗伊大尊名，树木长远水泉，强冲大发悬山，显明伊大权能阳光，仁爱公义昭彰。咱起来吟全首圣诗18首，
请坐。下面咱接下来同心祈祷。慈悲怜悯的上帝，恳求你赦免阮一切罪，求你永远保守阮，互阮会当过善的生活，会得到平安。伫这2年多以来，武汉肺炎的传染，互全世界拢惊惊，阮的生活也安尼来改变。虽然咱这个世界正足侪人已经有主同声，毋过逐工疫情流传阁真严重，全世界已经超过3亿人来感染，嘛因为安尼有550万人因为安尼来对抗，最近台湾也开始有新的病毒Omicron的传染，我嘛渐渐在学习，咱甲病毒来做阵的生活。感谢主，台湾的疫情嘛得到控制，阮政府的防疫措施有保护着阮，嘛有超过70%的台湾人有主两档的通车。虽然过年的时阵，还有真侪人染着病毒，毋过大家无因为安尼来惊惊，阮也渐渐明白着病毒调整家己的生活。这段时间上辛苦就是第一线政府的医护人员，也求出你保守帮助一名为咱服侍的医护人员，互因会当有气力来对抗这款病毒，互阮会当得到平安。伫这段时间，国际也因为台湾奥运的成绩，来看到台湾变换的中国政府，嘛要调赴外国政府，毋但甲台湾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有自属地位无反的政府，伫这困难的国际关系中间，会当找到正确的道路，让台湾更较自由，无受外人的欺凌。阮教会223兄弟超过130年，现在互阮的导师令是咱传福音223这个所在，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主，请有搁较侪人就圣神甲教会正同工做阵，看领牧师甲同工，阮伫教会团体事工、课堂的事端，甲款的社区事工，拢安怎得到主你的引带，所行拢当荣光主你的名。伫新的一年，教会计划明年度所有活动，也求主你来带领。阮中间身体若有不安的，求主会先甲因同在，替贴安慰因软正的身躯。阮知这拢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操练阮的信心。阮也将今日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门，听见主的道理。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咱来看一节的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伫咱汉语本的70年，第5章第1节，当众人围括伊，在听上帝道理的时，耶稣徛伫高利撒勒湖边，看见2只船伫湖边，讨有人离开船在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较开，
就坐伫船里，假是正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趴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同眠着磨，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趴网。因趴落去，就为着鱼真多，网到尾咧，就约别只船的同伴来斗3工，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到要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拍伫耶稣的骹下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因为西门甲同伫地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掠到的鱼，无毋戆领。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你惊，对即粒以后，你要得着人，因已经拖船靠岸，就放杀一切来跟伊。以上，下面咱们请圣官弟来献诗，由祝上帝正手。
下面要请科博士来正道，伊的题目是“希望就伫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搁一届，甲你隔壁来讲新春平安。新春平安。其实，那对于咱台湾来讲，年还未过了，爱到伫当时15，所以这段时间，咱犹原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我很感谢你。虽然天气咧变化，虽然疫情咧威胁，总是主，你互阮每一天的生活徛起，拢伫你的恩典保守内面。愿你看顾你的话语，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快乐。愿你引导阮每一天的路站，互阮因为你的恩典，愿欢喜快乐，享受对你下来平安。这时刻，求你信心引导阮，伫你的话语内面得到快乐甲帮助。愿主你亲身看顾阮每一位，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礼拜毋知大家有咧看新闻无？吼，拢看到是有过年的新闻，嘛有疫情的新闻。总是当我咧看过遮所有新闻的中间，我看到过去一段时间所一个新闻，是有关到一个咱讲海洋污染的问题。这个海洋环境的这个消息，咧提醒咱毋通用迄个塑胶做塑管，也是讲咱讲迄个保特瓶，遮塑胶的材料，因为科学家为逐世界所在所捡起来咧检验的海水中间，发现真侪咱讲迄个塑胶的粒仔伫即个中间，透过即个鱼食了身躯，即个塑胶的即个一细真细即个微粒会进入到咱人的身躯，所以科学家讲，咱若无注意即个问题，咱敢若亲像咧食塑胶一样。不过，咱若对即篇的报道内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时，伊亲身去探测遮海洋内面的粪扫。恁知影啥物是上大的粪扫吗？就是即个鱼掠鱼的网啊，用即个掠鱼的网啊，造成即个海底真侪真侪，咱讲的生物，也是集内底所有有生命，拢受到危害。也就是讲，伫全世界各所在，有真侪渔船也是渔民，因伫海面顶咧掠鱼的时阵，因为某种的原因，就将即个掠鱼的网啊，甲伊弃杀伫伫海内面，然后就造成真侪海洋内面的生态的危机。不过有一个另外咱思考的是，歹去的掠鱼的遮个网啊，敢真正歹去啊吗？要怎样才有法度确定伊袂当阁使用呢？因为对渔民来讲，掠鱼的即个网啊是真重要，互因会当生活的工具。所以，当伊每一届出海掠鱼转来了后，拢爱清洗，拢爱整理，拢爱备办着后一次因要出海的时阵会当阁一届使用。我想咱若有机会去到海边、海港，去到渔港的边的时阵，咱嘛会当看到侪侪渔民，也是讲即摆真侪渔工，伫放一个岸边咧整理遮个渔网啊、渔网啊。咱若看伫圣经内面，耶稣的12个门徒，其中有4位伫拄着耶稣进前是掠鱼的，因咧整理遮鱼的网啊，咧修补遮渔网，咧备办，这拢是因的工作。这拢是因日常的生活。当耶稣开始咧传道理的时阵，就伫迄一天，耶稣来到基尼撒勒即个湖的边啊。耶稣徛伫湖的边，有一个人围着伊的身躯边，因想要听耶稣宣讲上帝的话语。耶稣徛伫迄个所在。伊四围看了看，伊看到伫即个湖的顶面有2只船停伫边啊。
鱼船顶掠鱼的无伫顶面，因为因伫即个岸边咧清洗拄则掠鱼的遮个工具，因咧清洗遮个鱼掠鱼的网仔、装鱼的箱仔，以及其他所有因今仔日所用过的物件。即两只船拢有主人，其中的一只船的主人是叫做西门的掠鱼的这人的。当耶稣看了四围真侪人围着伊，伊要互众人拢会当听到伊所讲的话，伊就上了西门的即只船。伊吩咐西门将船过开即个北岸边，离即个暗岸顶面的群众有一段的距离。然后伊就向众人开始宣讲上帝的话。即个情景。西门坐伫船顶，伊定定咧听耶稣讲话。即个时间咱毋知过偌久，不过当耶稣向群众讲话过一个段落时，西门准备将船过转去岸边，要互耶稣落船上岸去。即个时刻，耶稣回头向西门讲。将船过到水较深的所在，你甲你的同伴做伙伫迄个最深的所在拍网掠鱼。西门听了，听耶稣所讲的，伊心中有一个想法出来，伊藏袂牢，伊随应耶稣讲，伊讲老师，阮昨暗伫即个湖的顶面掠鱼啊。我掠规暗拢无休困，阮定去迄个所在，阮定去水深也是水较浅的所在，阮拢去过啊。总是规暗，阮拍网掠无鱼，啥物拢无。西门讲，不过既然你安尼讲，我就搁一届拍网来试看卖。西门的心中有怀疑，因为伊即个怀疑是令伊昨暝规暝拢无掠着鱼，即个时刻哪有可能天光的时阵掠有鱼呢？西门捌听过耶稣，伊听过耶稣早前的故事，所以讲好啦，我试看卖。反正我过去规暗拢掠无鱼。嘛，即摆搁甲拍网落去，掠无嘛是安尼尔。西门将船开往水较深的所在去，伫迄个所在将手中的鱼网压出去。即压出去了后，爱收转来时阵，迄个手感无共款，爱感觉慢慢收，慢慢动。一看。即个掠鱼的网仔内面，鱼侪到敢若迄个网仔已经无法度承载，要破去共款。所以西门下手叫另外一只船过来，做伙将遮个鱼捡转去船顶，是一个大丰收，因为两只船底鱼底甲敢若要沉落去一样。西门的心欢喜，因为过去规暝拢掠无鱼，即个时刻却是一个大丰收。各位亲爱兄弟，有时咱会照着咱过去的经验，咱去找着迄个记忆中咱解决问题的方式。过去的迄个方式，咱解决了遮个问题，咱处理遮个状况。若是真顺利，咱会认为迄是有效的。不过伫现在，时代咧变化，环境咧改变，咱所面对的人嘛无共款，所以咱无法度搁照着过去的经验咧面对现在的处境。咱安尼来看，有一个问题是：经验对咱敢有帮助吗？咱过去经验对咱现在敢有帮助吗？
实际上是有的，因为经验是咱诚做咱参考的一个材料，但是伊毋是行动唯一的准则。经验是咧帮助咱找出适合咱即摆现主时咧面对所有的问题挑战的一个基础。咱来看咱生活中，伫咱现在每一个人，咱手头咱拢有摕一支智慧型手机。你想10几年前、20年前，也是咱搁较早的时阵，即个手机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天方夜谭的。不过现主时，我请问你一起床你会做啥物？伸手去摕手机啊？为什么有人用手机啊洗脑筋，爱甲摕来甲饲互死去？手机诚做咱生活中一个敢若必须要的即个配备伫的。那咧，我要问大家，恁敢知影第一台亲像手机啊种无线通讯的即用手提的电话是什么时阵发明出来的吗？1973年，就是即位马丁·库珀，伊发明了即台电话叫我袂晓了 TAC， 伊敲互贝尔即个电信的即个公司的实验室，完成了第一届无线通电话。IBM， 伊伫1994年开始卖了第一台咱讲的智慧的手机啊。咱即摆常常看即个 Apple， 伊是伫2007年，贾伯斯伊发表第一台的 iPhone。我想即个历程拢是每一个时代的人，照着因过去的经验，一步一步来完成。直到今仔日，咱会当透过咱手中的即个手机啊，来完成真侪的代志。比如讲，咱查资料，咱甲银行的作业，也是咱叫即个外送的服务订货。手机哪亲像一台世代的行动的电脑同款。这一切拢是所有科学家徛伫过去的经验，不断向前咧敲揣研究，累积经验了后，成做今仔日咱所使用的即个成果。所以，咱安尼来看，过去的经验会帮助咱继续向前行。伫咱的信仰嘛是安尼，对旧约的时代，一直到新约的现代，有侪头前的人，因的经验，拢诚做咱今仔日咱咧追求信仰，咱咧追求上帝恩典的即个时刻的时，上帝真理伫咱的中间。帮助咱，当咱咧追求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哩，这拢是过去的人因累积的经验。无论是过去神学家，也是教授等等因研究的成果，拢帮助咱搁较明白信仰。好，当咱咧明白，咱咧敲揣过去咧帮助咱遮的资料的时，咱会记得一件代志，就是上帝才是源头。上帝的话语，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咱信仰的真重要即个核心伫的。对安尼来看，西门手中所掠的迄个掠鱼的希望，就成做一个真重要的基础。伫今仔日，咱就爱去想，咱手中所掠的是啥物？伫现代，咱会当赋予伊什么款新的意义呢？西门的心中有怀疑。咱看到伫经文中间的记载，伊讲了即句话，伊有怀疑，总是伊甲佮照着耶稣所讲的去做。手中掠鱼的即个网仔无改变，总是耶稣互即个鱼网仔有一个新的意义。鱼网仔内底满满是鱼，互西门真实去经验到上耶稣话语的即个力量。
所以伫迄个时刻，西门知影，伊心内的即个怀疑，心内所想的，这是毋对的。手中的工具犹原是掠鱼的网仔。对西门来讲，掠鱼的经验，甲即个技巧犹原存在。但是伊心内的状况咧改变，得到的结果是无共款的。伊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伊互耶稣来带伊行伫即个真理的道路顶面。所以西门的心中一个真大的震动，伊遂跪落伫耶稣的骹前讲：“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西门讲即句话的意思，是讲我虽然看到，我虽然听到你做过去所做遮一切代志，伫昨暝我规暝掠无鱼，你甲我讲，搁去迄个水库较深的所在拍网，其实我无啥物去相信的。主啊，求你了解我，因为我即个无相信，我得罪了你，我是一个罪人啊。我想这是西门伊心内的想法。其他徛伫边仔的人，嘛，互即个因所看到的情景惊着啊。有可能伫过去的经验内底，毋捌发生过即个掠鱼、捡鱼到满到2只船要沉去的即情形。所以，众人的惊吓的表情，拢表露出来。对于西门、雅各、约翰以其他掠鱼的人来看，这是一个新掠。所以耶稣知影因拢真惊吓。耶稣就甲西门讲，毋免着惊，因为对打了后，即个时刻开始，你无要搁掠鱼啊。伫未来，你要得着人啊！当因将鱼船过转去岸边，因就决定要将因所有一切放落，对着耶稣来行。也毋过，西门敢真正听有对打了后，你要得着人即句话吗？也是对咱现在咱每一位兄弟，咱敢真正明白了解？对打了后，你要得着人的意思吗？有时咱真简单用四字讲，得人如鱼。不过真正要安怎来得着人呢？有个人会讲，西门因为伊派了一个真大的责任，伊爱互人来相信，而且来跟对耶稣。不过，我想咱应该对当时的背景来了解。西门是掠鱼的，那照着当时社会观念，西门可能无迄个机会去甲人学着辩论，也是讲要安怎修辞、甲人讲话即个学问。西门伊所有的是，伊知影要安怎过船，伊知影要安怎修补即个破去的鱼的网仔。伊知影要安怎看这鱼到底是甚物款的种类，伊会当判断迄个水是深也是浅，伊知影要用甚物款的方法会当掠着鱼，因为伊所会拢真做伊的本能的反应。那对现在咱讲，伊是专业的人士，伊有专业伫即个中间，所以当耶稣甲讲，你将来要所面对的对象，毋是鱼啊，是人的时阵，对西门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转变，因为伊原本已经真熟手的遮技巧，伊的才能，伊已经用真熟手的遮工具，拢总爱做一个改变。不过，伫所有要改变的中间，唯一不变的是，对耶稣的话语所带来的困难。咱在座的每一个人，咱拢有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工具，咱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无共款，就真做咱每一个人真专业的即个技能伫即中间。
因为咱无共款，咱领受无共款的专业，所以咱徛伫社会就无共款的位置。咱伫教会内面，咱活出无共款的使命。咱认真要使用咱上帝所赐予咱的这个工具，而且活出这个使命的意义。所以，当咱讲咱要去传福音的时阵，我想咱拢有一个想象，我要甲西门共款，我要得到人，哪亲像掠鱼满满的迄个境界。所以，咱用各种的方法，将咱身躯有的这工具，也是讲咱掠鱼的这个网啊，咱就去压出去。咱期待咱所掠到的鱼，会当做到满出来。那呢，这个时刻，咱来思考的是，咱是要看到鱼做到满出来，也是咱要看到的是人的性命得到改变的。伫初代教会，因咧传福音是用嘴咧讲，一个传过一个。但是因咧讲的对象大多数是犹太人，也是已经归往犹太教的人，因为因相信上帝，因读旧约，因咧期待迄个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当迄个时刻，遮军队基督的人甲因讲，迄位弥赛亚就是耶稣的时，就是咱讲的福音好消息的时。迄个时刻是因讲的，因苦劝的。也是讲伫正人的面前宣讲的。不过犹太人，敢真正互因安尼讲的，因就相信啊嘛？我想咱若对于初代教会会有了解，迄是一个需要特别的人。比如讲，这12个真实甲耶稣做伙经历过耶稣的这个12个使徒，也是真有口才的保罗，因才会当往犹太人来传这个福音。不过，伫现代，咱每一位基督徒，若是要传福音，咱应该毋若是用嘴讲尔，因为伫现今，咱所面对的对象无共款，因为咱毋是迄个第1世纪时阵的基督徒，所以咱要传福音，咱应当用咱生活的这个模式。咱用咱生命的样式来传福音。即句话，咱若简单来讲，就是用咱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互人对咱的生命内面去看到上帝恩典慈爱，互人对咱的生命内面去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茫之地，互咱的生命有信心的扶持甲帮赞。所以，当咱安尼咧做时阵，咱每一个人就会当展现出上帝的恩典。宣讲上帝的话有重要，有。当咱明白上帝了后，上帝的恩典就对咱的中间，上帝的话语就成做咱的帮赞。各位兄弟姊妹，你的掠鱼的希望啊，伫倒位咧？我想，上帝所赏赐互恁的，伫恁每一个人的心中。咱伫未来，也是现在，咱来找到伊，然后运用伊。咱每一个人无共款，总是，互人真实看到你活伫上帝内面，互人看到你真实活伫上帝内面。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我很感谢你。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恩赐，你互阮会当使用的工具无共款。总是阮唯一的来源，就是上帝你的话语。愿主互阮每一位兄弟拢会当听调着你的话语，帮助阮行伫你的旨意的内面，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改变是因为阮听你的话语，互人会当安尼来明白你。愿主看顾阮众兄弟，透过你的话语，互
互阮每一工、每一个时刻，拢用阮的性命来宣讲你的救恩。愿主亲身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时刻，咱要举行圣礼典，就是圣餐。请咱即时唱圣诗355首，圣诗355首，万担自责，甲主坐道，咱唱全首。咱咧唱的是，请长老来陪伴。万担自责，甲主坐道，全首。所以，阮遵按着你的命令，摆设一个殿舍，来纪念你为阮牺牲、献祭一个永远祭司。阮坤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别将所摆咧伫你面前的杯甲饼，互阮接受，接受伊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嘛对你的恩典帮赞。成做阮属灵的美味，互阮伫恩典当中生
耶稣伊大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所拍。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所拍。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所拍。啊，请有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缘
阮每一位极大的疼痛，互我会当领受对你下来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嘛互我会当明白你对阮的疼。阮的主上帝，我恳求你，搁一摆，互阮去思想着主耶稣救赎稳定的意义，嘛恳求你欢喜接纳，用你的慈悲、疼痛帮助阮，互阮伫圣洁的交通内面，让阮每一日会当荣耀你的名。愿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边咱来唱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今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权怜，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饲，求你日日养饲我。咱起立用全首圣诗622首。下面咱来奉献，咱头一届的奉献是圣餐奉献，是为着博雅手语教会来奉献。
咱第二届是咱今日主日礼拜奉献。请坐。下面我来报告，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咱周背第2面，请咱读2解，请。耶稣对西门讲：无你惊，对即粒了后，你要得着人。路加福音5章第10节。耶稣对西门讲：无你惊，对即粒了后，你要得着人。路加福音5章第10节。咱后礼拜侍奉同工，咱领唱圣歌队，主礼是洪兆亮，司琴是张路佳，献诗是助理欧吼，司献是郭金敦执事，甲赖韵如技术吼，交代是赖韵如执事，张丁贤，陈天恩吼，音控是施浩轩，甲周立健。咱后周的聚会吼，咱拜三早间祈祷会吼，题目是以有限今生服侍无限永生神吼，主理是寇牧师，司会是我吼，其他咱聚会咱看，咱家看。咱后礼拜主理吼，甲阮要请黄文玉神老先答咱主理，伊的题目是意料之外。经文甲信息，咱若有闲，咱家己来看吼。咱先开后面第6面，咱报告吼。第一项，本主日咱有召开小会，阁要举行圣餐吼。圣餐奉献是为着博爱手语教会来奉献，请咱兄弟关心态度甲奉献吼。第二项，
咱教会筹备封面吼，要公开征稿，咱就用足久啊吼。咱欢迎兄弟姊妹啊投稿吼。啊，结果的日期是3月13号。啊，咱把咱的稿件拢交互干事吼。第三，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吼，请咱兄弟姊妹平常时啊是周间吼有来咱教会，咱一定爱落实咱的实联制吼。那入来教会，咱的签名啊是要扫 QR code 吼。第四，咱主日礼拜要招募咱的兄弟姊妹来担任冰控的同工吼。啊，若有感动要参与服侍兄弟姊妹，咱牧师也干事来报名吼。咱2月19嘛要来训练吼，请咱提早来报名吼。第五，咱招来同工嘛要来训练吼，咱有主日礼拜咱要招募咱的兄弟姊妹来担任招待同工吼。若有感动的，啊要参与事奉的同工吼，哦，来牧师甲咱的干事报名吼。咱招待训练时间，咱另外再来公布。第六，咱领事的同工嘛要招募吼。咱主日礼拜要邀请咱兄弟姊妹担任咱会前领事的同工。若有感动要参与事奉的兄弟姊妹来牧师甲干事报名。咱2月20，就主日礼拜了后，咱要举办迄个领唱暑假分享会啊，请咱逐个若有闲，咱做阵来参加吼。第七，咱本会伫2月12，就是拜六要举行共事营吼。啊，咱要请中级圣歌队队长，圣歌队指挥，啊，各团队会长、队长，啊，甲辅导出席来参与吼。第八，成年主日学咱伫上半年要开课啊吼。咱要邀请全家林老师吼，啊，咱课程伫后壁吼，拢总6届吼，那请望咱做阵来参加吼。咱后礼拜主日礼拜是原住民事奉奉献主日吼，啊，请咱准备心。啊，其他今日敢有咱先为着每礼拜吼，咱要为着2个家庭来代祷吼。今仔日是要为着张锦伦执事吼，以及张义如执事因2个家庭吼。好，锦伦执事因全家吼，为着锦伦今年伊要进修要考迄个执照吼，以及伊的太太思雨吼，研究所的课业，啊，甲伊伫病院服务迄个开刀房的控台吼，拢会当真顺利，以及伊的囡仔光源复健持续吼，会当得到真好的医治吼。为着即个家庭，咱伫即礼拜内底，咱拢为因来祈祷吼。第二个要为着义如的家庭吼，为着因全家吼，爸爸妈妈吼，以及互因身体平安健康，互因厝内底人有真好的交易啊吼，沟通吼。咱即个时刻为着即2个家庭，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互一轮正做教会执事。阮知伫伊的工作内面，伊需要进修考一个执照。愿主你帮助伊，可以真顺利完成即个功课。嘛看到伊的太太思雨伫研究所进修一切顺利，嘛伫病院的服务会当真做病人的帮站甲医生的助手。看到伊的囡仔接受治疗，嘛恳求主耶稣你亲身医治伊，互伊得到完全的健康。看到义如执事伊全家伊的爸爸妈妈。因拢有健康的身体，互因每一个人咧沟通分享的时，拢有主你的听，甲因三甲做伙，将即2个家庭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看顾保护因，愿咱的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阿门。2项补充报告吼，咱苏曼姐吼，迄个老母吼，着黄吴宝珠吼，伫2月初5着长吼。蒙主文调吼，啊拢总92岁吼，啊定伫2月12吼，伫家己的厝要举行迄个礼拜吼，咱愿主安慰伊的遗囑吼。啊第2项，咱儿童主日咯吼，咱每一期的桌球班啊甲手作班要开始报名吼。礼拜后咱请咱
家长会当到1楼吼柜台来登记吼。啊，第二就是定啊，主任嘛定伫3月27要举行儿童主日学的春游活动吼，咱来咱爱玉老师来报名吼。啊，即届活动吼，咱会倒咱的防疫规定来调整吼。啊，咱请咱大家注意通知吼，互咱有心来无？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张义轩兄弟，他是景元的国中同学，国中学弟，他现在在双联教会聚会，临时需要来我们教会，那欢迎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教会聚会。咱欢迎伊吼。咱来唱马便的诗395首，至上天父，阮感谢你。咱临时说，咱请牧师来替咱祝祷吼，咱起立来吟传首395首。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救赎的活命甲恩典，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正人之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咱来吟圣诗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就是说咱大家互相请安。